来是警察知法犯法防免责。高雄乌来分局一个2块2的警官，到朋友所开的酒吧去啉酒，了后赛车就路，沿路是摇摇摆摆，伫个路口轰砸落来，酒测值是高达0.97毫克。这个大约50岁警官，过去捌做过警察队的副队长，即摆知法犯法，防举2支大告来免责。穿白衫的查某人赛车真无在，互员警砸落来。来旁边停车啊！你刚在那个中正和平左转啊，然后这边的时候停在那个汽车机车道啊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查某人的印话真无清楚，敢若精神真歹的款。所以你本人车。我们可以酒测了哈，我看你身上有点酒味，我们酒测一下好不好？25号半暝1点外，50几岁原姓查某人到朋友经营的酒吧食烧酒了后，竟然阁赛车上路，伫咧建国一路互员警砸落来。酒测了后发现超标，想袂到伊的身份竟然是一个2线2星的员警，目前伫高雄乌来警分局在职。他们明明就是执法人员，所以他们不能明知道这样不对的，然后他们还这么做。人人都应该平等啊，不能是因为警察就有所包庇。这个原姓员警会防举2个大告免一处分，所属分局的分局长升阶2届，直属单位防治组组长记过2届。平时考核不佳，且行为严重影响警誉，头部就冲撞到这个挡风玻璃。50岁左右的原姓员警，捌做男子6股分局的侦查队副队长，过去侦办真济毒品案。未少当期的同学拢已经做2线4星的副分局长，以后阁是2线2星的警务员。去年为刑台离开了后，到6股做警备队长。今年煞雄雄刚好调去乌来分局做警务员。平时考核着无好的原姓员警，即届出大代志，会防调整服务地点，嘛会照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